阿婆，好久不见。阿婆，很久没看到。阿婆，很久没看到。我最近都在照顾先生。我哋參做下頭照顧我頭家，我哋參做下頭照顧我頭家。他上次撞到腳都沒說，佢上拜撞到腳冇講，佢上拜撞到腳冇講。前幾天才來找主任。前幾日將來請主任看咧，前幾日將來請主任看咧。要請阿伯好好休息，才會復原得比較快。我請阿伯好好歇困，將我卡腳恢復啦。我請阿伯好好歇困，將我卡腳恢復啦。他比較固執，都覺得自己身體康復得很快。佢較固執，知道自家嘅身體和以前好一家。佢較固執，知道自家嘅身體和以前好一家。阿伯最近心情很好哦。阿伯叻參心情一好呢。阿伯叻參心情一好呢。上次聽他說俊宏要結婚了，上拜聽佢講準備要結婚呢。上拜聽佢講準備要結婚呢。沒錯，終於等到這一天。係啦，總算等到嘞。係啦，總算等到嘞。太好了，恭喜！很歡喜啦，恭喜喲！很歡喜啦，恭喜喲！謝謝哦。另外有件事想請教。老辣，我有一件事想請教下。老辣，我有一件事想請教下。我在家裡整理一下，我頭屋卡整理到列豆，我頭屋卡整理到列豆。這些都是家裡剩下的藥。兩個藥。請問要送到哪裡回收啊？請問要送去哪位回收？請問要送去哪位回收？阿婆，您家中有沒有夾鏈袋？阿婆，你屋卡有夾鏈袋嗎？阿婆，你屋卡有夾鏈袋嗎？先把牌裝的藥一個一個撥出來，先同幾排嘅藥一粒一粒剝出來。先同幾排嘅藥一粒一粒剝出來，連同散裝的藥全部裝進夾鏈袋，連同散裝嘅藥做下裝入夾鏈袋度，連同散裝嘅藥做下裝入夾鏈袋度，包括藥水也可以倒進去。藥水也是得倒入去哦，藥水也是得倒入去哦，藥水也要倒進去哦，藥水也要倒入去哦，藥水也要倒入去哦。您不用擔心，可以在夾鏈袋裡放置家裡用過的擦手紙。是少，是得到夾鏈袋度，並用過嘅出手紙。是少，是得到夾鏈袋度，並用過嘅出手紙。或是泡過的茶葉，或是咖啡渣，吸住藥水。也是泡過嘅茶米、咖啡泡來吸收藥水，也是泡過嘅茶米、咖啡泡來吸收藥水。要記得，牌裝藥的塑膠殼不可以進去。要記得，牌裝嘅藥塑膠殼是唔得放入去。要記得，牌裝嘅藥塑膠殼是唔得放入去。全部的藥都要剝掉包裝，放進夾鏈袋。做下要剝皮包裝，將好放入夾鏈袋度。做下要剝皮包裝，將好放入夾鏈袋度。那這個夾鏈袋要丟到哪裡呢？安呢？你夾鏈袋要丟去哪位呢？安呢？你夾鏈袋要丟去哪位呢？可以交給垃圾車回收，做焚化處理。是的，交本垃圾車回收，會送去小撇。
是得交本垃圾车回收，要送去小撇。阿婆，请问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阿婆，还有嘛个问题吗？阿婆，还有嘛个问题吗？这样子啊，我就知道怎么做药品回收了。安尼，我是第安样选择药品回收嘞。安尼，我是第安样选择药品回收嘞。回家后，如果有哪里不清楚，记得要再打电话询问哦。转去了后，那有内行无清楚嘅，记得爱个打电话来问哦。转去了後，那有內行無清楚嘅，記得愛個打電話來問哦。好，謝謝你。真努力，真努力。